今天就到此为止。接下来，我们还是先去……想去哪儿啊？带上我们怎么样？小老鼠们，这下看你们往哪儿跑！来的正好试试我们的修炼成果。来吧，这次我可不怕你们了。哎，没想到金这小子能做到这种程度，说不定这次我们真的有一战之力了。好，还真是有点看头了嘛！呵呵，现在就让你们看看我的厉害！怎么可能？还在进一步提升？金的潜藏原力竟然有这么高的水平！下一步应该怎么做来着？笨蛋！现在是你搞笑的时候吗？可是我真的不知道啊，你又没教。这还用教？将原力集中，就像你之前的用法一样啊！喂，搞什么？你们这是在戏耍本大爷吗？哼，原来只是虚有其表，差点被你唬住。不过，这小子的潜力确实非同一般，必须趁早解决掉才行。像之前一样，集中。吓死我了！子腾、罗德利，你们没事吧？很好，接招吧！罗德利，怎么办？我完全控制不住我自己了！啊，怎么会这样？不好，快卧倒！这个傻小子的原力爆发过头了，远远超过了他能控制的程度。那该怎么办？凉拌吧！啊！只能等他自动冷却了。怎么了，唐老四？要帮忙吗？闭嘴！暗影分身。认真了，干掉他！矢量疾走！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哦，要飞过来了吗？正好，看我再把你打飞上去！快跑！
帕洛斯和佩利搞出的动静还挺大的呀。大哥，帕洛斯和佩利的表现有些不太对劲，他们……啊，我知道，也不算是什么意外的事，尤其是在现在。我觉得最好提前下手，排除隐患比较好。卡米尔，像你这样做也许可以避免一些麻烦，但是也会减少很多乐趣。如果只是为了追求稳妥，当初我就不会舍弃一切来组建雷氏海盗团了。我明白了。你还是不明白。不过，算了。大哥，其实我可以继续做诱饵，帮你吸引到足够的分数。没那个必要，按我说的做就可以了。我还不打算把宝贵的积分机会浪费在小老鼠身上，而且应该很快就会有值得我出手的猎物出现了。先结束掉这场无聊的把戏吧。我们雷氏海盗团可没有给别人当猴耍的习惯。不，饶了我，我错了，求求你！该死！真是遗憾，本次的猎物卡米尔已经获得了4分，无法继续被指定为狩猎目标了。殿下，请您继续挑选出新的猎物。不玩了。这样好吗？您可是付出了相当多的筹码。已经被猎物察觉的陷阱，我可没兴趣继续守下去。那什么庄家的特权还给你了，接下来你爱选谁选谁吧。真是位任性的殿下。搞什么？快点开始啊！让他们打起来！现在大家来看什么？好吧，回应各位的期待。接下来的猎物就由我来指定。这小子真不知道他算是个天才还是笨蛋，也许两边都是吧。金，你没事吧？头好晕啊，好想吐。喂，你可别吐啊！拿到了。喂，那玩意儿是从本大爷这边偷走的吧？给我交出来！紫藤，你的花招还挺多呀，不过到此为止了。啊，那不是骗小孩的把戏。格瑞。哦，是你的朋友吗？你们竟然有这么厉害的朋友！金，顺着这个小子的气息找过来，果然是来对了。格瑞，这次一定要分个高下！别乱来，加德罗斯，你别忘了这场比赛的规则。谁管那些？打过再说吧。又是这家伙！是你们的对手，你们怎么招了这么厉害的家伙？谁惹他了？每次都是他先打过来的。哎呀，别在意，别在意。啊，那是加德罗斯大人表达好意的方式，大概是吧。嘿嘿。喂，你要干什么？打架！这种级别的战斗不掺上一脚，我可不开心。快别疯了！不，这次佩利说的没错。哎，
李师老大，难得排名前几位的高手都聚在这里，不过上2招，怎么说得过去？你说是吧，银爵？排名什么的毫无意义，你们也并不是我的目标。哈，别这么无情嘛！从你手中捡到第3名这件事，我还是一直耿耿于怀的。我雷氏想要的东西，就应该凭实力抢过来才对。哼，碍事的家伙还真多。格瑞，你又捡些奇怪的东西。罗德烈才不是奇怪的东西，他可是……马上离开这里，接下来的战斗不是你们能参与的。我不。他说的没错，姐，你的原力开发才刚刚入门，现在留下来只会添乱。各位努力奋战的参赛者们，打扰。之前的公开狩猎活动因故终止，作为补偿，这次我们将重新提供2名参赛者的分数信息，供各位追捕，请好好把握这新的机会。不可能，难道是父亲大人？请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！不，没有机会了。紫堂家不会把机会留给废物。这次公布的2个参赛者分别是紫堂焕，分数排3分。别怕，紫堂，还有我们在，你不会有事的。紫堂。另1名参赛者是安立杰，分数排1分。